向请教早，欢迎收看今日12月7日公司台记大早起新闻，我是柯兴竹。先开始，咱来关心上新的消息。这是美国伫头拄下宣布讲，因为中国继续伫新疆做种族灭绝、危害人权的代志，所以美国决定用外交手段来抵制。每年北京冬季奥运甲冬季帕运，美国拢未派任何政府官员去参加。美国这个决定，摆明会引起中国的不满。中国嘛放调讲，会提出反制措施。美国白宫伫日初六宣布，会用外交手段抵制北京冬季奥运。明年北京冬季奥运甲冬季帕运未派任何外交官或者是官方代表参加。也讲，总统拜登北甲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讲，美国人身体内面就为人权刻出来 DNA。We will be behind them 100% as we cheer them on from home, but we will not be contributing to the fanfare of the games. U.S. diplomatic or official representation would treat these games as business as usual in the face of the PRC's egregious human rights abuses and atrocities in Xinjiang, and we simply can't do that. 美国是伫中国外交部初六的例行记者会了做这项决定。对此，中国警告美国，冬奥会不是政治作秀加操作的舞台。美国政客在没有受到邀请情况下，不断炒作外交抵制北京冬奥会，完全是自作多情、哗众取宠、政治操弄。如果美方一意孤行，中方必将采取坚决反制措施。那些叫嚷抵制的政客，为了政治私利作秀炒作，他们来或者不来，没有人会在意。美国采取的是外交手段，到时选手也是去北京参加比赛。无论是美国也是国际社会，抵制北京冬季奥运已经讲几多个月啊。美国总统拜登甲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顶个月视讯会议结束了，拜登就讲考虑要抵制。英国卫报报道，中国网球女子选手彭帅的事件也是原因之一。国际女网协会 WTA 也宣布暂停伫中国所有比赛。联合国伫这个月初二通过冬季奥运休战协议。也不包括美国在内20个国家是未签。公司新闻黄文玲编辑。已经甲咱断交的所罗门群岛之前有发生反政府的示威，因的民众是要求我中国而且无在调的总理苏加瓦瑞爱落台。不过，伊的无信任案昨昏伫国会防火决，伊伫辩论的时是指控台湾代理人伫背后煽动鼓舞反政府的示威。咱外交部有八回毛谴责，讲无影无只，但绝对无去煽动。台湾前邦交国家所罗门群岛最近国内常常发生暴动，民众要求亲中而且执政不力的总理苏加瓦瑞下台，甚至有亲台民众认为无应该甲台湾断交，上街头抗议。不过苏加瓦瑞的无信任案虽然予国会否决，伊伫辩论时阵讲，这是台湾代理人所推动撤回反政府示威。对此，咱外交部严正驳斥，讲这是苏加瓦瑞不实的指控。对于苏加瓦瑞总理，他将个人施政不力所引发的群众不满的声浪嫁祸到台湾的政府以及对于我国友好的民主派人士的身上。我们对于苏加瓦瑞不负责任的言行表达遗憾，并且予以谴责。伫投票前的辩论，反对阵营领袖瓦尔讲，国内青年的失业率高，民众付袂起教育费，也无基本的医疗照护。批评苏加瓦瑞无重视民生，也指控苏加瓦瑞用中国资助的国家开发基金广告家己的权利加利益。PRC NDF, the China NDF money. The Prime Minister is dependent on the NDF money to maintain his political strength. And our people elected me through their members of parliament. As I speak now, I still have the support of the majority of the House, so why should I resign? 投票的结果，32票反对，15票支持，2票弃权，无信任案无过关。学者讲，所罗门群岛最近的各项暴动加无信任案，主要是民众不满苏加瓦瑞施政。美国、澳洲也想要围堵中国，伫咧所罗门群岛顶一寡南太平洋岛国的势力扩张，台湾应该把握机会。既然美国跟澳洲两个国家都已经站在类似台湾这边，虽然表面上没有讲，但是事实上都在支持台湾的这个相关的省份哈，包含马来塔省，所以其实台湾应该更加积极哈。既然人家都协助台湾的外交场合呢，为什么台湾自己不积极了哈？学者建议，
台湾将会继续伫所罗门群岛展现善意甲协作，积极争取民心，找恢复邦交的机会。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昨暗9:05分，宜兰外海发生规模5.3的地震，地震的深度是106.2公里，上大震度伫宜兰县甲新竹县拢是3级。咱来听地震七报中心的说明。基本上来说，就是这个地震在嘉义以北都可以感受到的震度。那震度比较大的地方就是在台湾北部的地方，宜兰、台北这些以2级为主。那3级的部分的话，主要都是一些很短时间的地动加速度而已。昨暗9:05分发生规模5.3的地震，宜兰南澳甲新竹的关西拢测到上大震度是3级。地震七报中心是表示讲，这届地震主要是因为菲律宾海板地落后亚大陆板地下平造成的。因为这摆的地震的深度有106.2公里，是深层的地震，所以发生以前的机会无大。再来，咱来关心天气。今仔日水气有较高，气象局早起有针对基隆、双北、宜兰4个县市发布大雨特报。若今日透早的上低温是出现伫南投，敢若11度2。咱做伙来看分图。今日是24节气的大雪，毋过无落雪条件。颠倒是东北季风有略略啊增强，今仔日北台湾会转凉，而且水气有较高。气象局早起有针对双北、基隆、宜兰4个县市发布大雨特报。透早各地温度拢会较低，早起上低温是出现伫南投，敢若11度2。日时开始水气就会豆豆减少，中南部阁会出日头。拜四到礼拜日，东北季风会减弱，北台湾温度会回升，也毋过早暗同款温差真大，乡亲爱穿好少。苗栗3期的梦情国公所伫11月份征收步道去吊桥做工程，也毋过环保团体即马是发现讲有一寡河谷红倒土变做施工的便道，影响生态。目前公所已经先停工，提出改善计划，有社会共识了后，才会阁继续做。各国和土石点平加做施工便道，溪水今年通过暗土涵港。苗栗3期乡公所咧做梦情国步道第3期工程，毋过互环保团体接期原本加水的深潭河谷，煞变掉重创美景甲生态。这个案子里面完全没有生态检核，我们进去都吓一跳，怎么会发生这种事呢？那个溪谷没有很大，竟然有大型的怪手进去里面施工。这是非常不可思议的事情，整个溪谷几乎都被填满了不明的土方。3期乡公所摕到客委会补助2500万，拍算重修梦情国步道，而且要打造一个吊桥。爱长期高建筑公所表示，已经选伫11月大水期，用上加生态扰动的方式动工。希望赶在明年春雨进前完工，到时阵溪水就会冲走变道的土石，溪谷个人恢复原状。公所呢一直想要把它这个秘境把它呈现它的漂亮，把它呈现出来。经过我们动保团体大家一起的呼吁之下呢，我们公所马上就响应，让它停工下来呢生态检呢，我们也已经要求我们的规划公司呢能够立即启动。3期乡公所强调，因为大家有质疑，所以暂时停工，会赶紧提出改善计划加生态检核报告，达成社会共识了才复工。环保团体认为，梦情国马虎就好出现，河谷也有一本兔头山这物种，生态系毋是讲恢复就会恢复，后续影响爱个评估。记者综合报道。甲乡亲做伙关心今仔日的早报重点，咱先来看自由时报。国防部明年试办新的教调部分后备军人，爱调集训练14天。为着要降低对公司、对企业的影响，国防部甲新办的后备军人调集优待条例草案送到立法院审查，企业会当免负担损失。公司、企业也是学校，若是有员工互国防部调集去训练，公假甲薪水照常发放，也毋过这条钱公司咧报税时会当扣掉。来关心联合报，有5间环保公司涉嫌串通甲14万吨的沙石事业的垃圾土乌白倒、乌白片，倒伫台中的大安溪、彰化森林甲一寡农林用地。彰化地方法院判青云公司社区的负责人11年的有期徒刑，其他的20个被告共判1年6个月到8年不等的有期徒刑，加强罚8600多万的罚金。
来看《中国时报》。陆委会副主委胡水正昨昏伫立法院质询的时，立委有关心新店的枪击案，嘛问讲今年敢有海外嫌犯红遣送倒来咱台湾的例？在质疑讲两岸在共同打击犯罪、甲司法互助这个机制根本就是好看头尔尔。陆委会是回应讲，去年有4个嫌犯对中国送倒来咱台湾，中华机制虽讲中国迄边无意无意，也毋过嘛是加减有来处理。来关心，为着要对抗 Omicron 变种病毒，疫情指挥中心已经宣布讲，对明年元旦开始，包括 KTV 8大行业即将有24类的场所，工作人员拢爱做过2档预防射，而且爱住满14天才通去上班。若准无注射的人，会当是爱逐礼拜自费做体检。车站大厅拢是人，毋是为买车票，是排队要做疫苗。为提悬疫苗注射率，疫情指挥中心推出做疫苗送礼券的措施，为初5礼拜开始到初9礼拜4为止，伫台北车站设莫德纳疫苗注射站，因为这几天陆续有莫德纳疫苗到期。12月初7有3.4万多剂到期，初9有5000多剂，12收4.5万多剂。到这礼拜为止，要到期的疫苗都85000多剂。呼吁现在还没有打好打满的人，也尽快的利用这机会，尽快赶快去打。一方面有优惠，那另外一方面也不至于疫苗有形成浪费的情况。在增加据点催注疫苗，无含本国籍或者是外籍人士拢用做。指挥中心也开放7年移工做疫苗，查过期居留证或者是健保卡、护照等应证明身份的物件拢用来做疫苗。逾期居留不会因为打疫苗而被捕这我们可以100%的保证我们跟内政部也做好相关的一个协商，但有其他行为我们不敢保证，但是不会在疫苗站的上面去做这样的事情。另外，因应新型变种病毒 Omicron， 指挥中心宣布，明年元旦开始 ，KTV 8大行业等24类场所所有工作人员爱完整做2剂疫苗，而且满14天才能工作，引起外界记录。因公司变相强迫做疫苗，但是中回应表示，应用每礼拜自费抗原快筛来取代。目前也在整理第2波场所名单，会以群组威胁较大的场所人员做优先。对，没有强迫，那事实上是要求了这是为了整体，尤其是对自己好。那当然，如果你不能够打，那就只用检验来做取代。国内新冠本土疫情继续加零，已经连续32天零确诊，也无死亡个案。不过国际疫情有关严重，新增加10例境外移入确定病例，其中9人属于突破性感染。记者综合报道。咱过来为着要提悬预防射的注射率，即马伫大卖场、百货公司、超级市场拢有安排预防射的注射站。伫新北市邦桥一间专联护理中心，毛替民众注预防射，更有送水甲送棒。另外伫嘉义县的嘉义县卫生局是有提出1000份1公斤的米送予来注预防射的民众。接到疫苗这边，请这边排队哦，谢谢。初6礼拜1早起9点，已经有未少民众为了注新冠疫苗来专联新北市板桥的大关门市，因为是随来就会当随注，无需要预约。差不多1点钟注30人，其中未少人拄啊注第1剂，都是为了等莫德纳。我跑去亚东还有好几家医院，说什么要先预约，没有，结果好几次都没有打到。今天你们能打到啊，太好了，太好了。专联大关门市初6大先开始，先提供200剂莫德纳疫苗，予符合资格民众注。但是全台湾140至150间门市，这礼拜开始就会甲各县市卫生局配合，准备好就会开始注。全联这边也提供了这个免费的这个水跟这个现烤面包，等待的期间呢，也可以先休息一下，然后吃个东西。现在打莫德纳有送米哦。伫家己做疫苗，有好礼相送。县政府卫生局伫18个乡镇卫生所，也甲4间病院拢设立注射站。注新冠疫苗民众会当得到1包600公克的白米，含量1000份，送完为止。送米也很实用，我们又可以打疫苗。打疫苗还有送米很好啊，大家多多来打，冲高疫苗的接种率了。随到随打，我们就送最好的疫苗接种涵盖率能够来提升。
专业相关疫苗注射率，高雄送200块美金礼券，屏东送500块现金。南投县卫生局7677伫家乐福南投店玻璃店，设注射站，佮送100块礼券，也是刚介绍的礼品，也吸引将近100人来住。记者综合报道。国际上要紧来关心目前全世界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疫情。从疫情爆发到大，目前伫全世界的确定病例已经超过2亿6千万例，死亡人数超过527万人。咱来看上新的统计。咱台湾昨昏有新增加10例，目前咱台湾计共16662例。中国病例有99000多例，日本是超过172万例。目前伫全世界病例数上济国家前3名是美国、印度甲巴西。美国的确定病例已经超过5,500万例，印度是超过3,400万例，巴西超过2,200万例。欧洲的国家伫英国是超过1000万例，法国是超过800万例。从疫情爆发到大，目前全世界的死亡病例已经超过500万例。因此，预防社研发者吉波特就警告讲，未来疫情大流行可能会比这只新型冠状病毒更加歹命。伊嘛表示讲，即马有的预防社恐惊已经对新型的变种病毒 Omicron 已经无遐尔有效啊，所以现此时咱应该想办法减慢病毒传的速度。英国卫生部长崔拉表示，英国新变种病毒 Omicron 的确诊比例已经超过300例，这种新的变异株也伫全世界超过30个国家传。AZ 疫苗研发人之一的吉波特崔拉警告，这也是病毒最后一遍威胁咱的性命甲生活。But the truth is, the next one could be worse. It could be more contagious, or more lethal, or both. We cannot allow a situation where we have gone through all we have gone through, and then find that the enormous economic losses we have sustained mean that there is still no funding for pandemic preparedness. The advances we have made and the knowledge we have gained must not be lost. 吉波特也讲，新变异株顶头的前2倍，包括一寡已经知影会增强病毒传染力的突变，可能会互现有的疫苗保护力降低。But there are additional changes that may mean antibodies induced by the vaccines or by infection with other variants may be less effective at preventing infection with Omicron. Until we know more, we should be cautious and take steps to slow down the spread of this new variant. 世界卫生组织一个新成立的专家小组，希望会当制定一项防范甲应对疫情大流行的条约，并且建议传100亿美金的资金对抗疫情，抑个提悬调查流行病的能力。公司新闻陈伟林、张建光编辑。来关心缅甸民选的领袖昂山素基，初6和缅甸的法院以煽动民众，抑佮违反新型冠状病毒防疫这2项罪名，判判4年的有期徒刑。后来伊是得到军政府领袖的赦免，刑期改做2年有期徒刑。外国媒体即马是报讲，昂山素基被指控10多项罪名，若是全部拢成立，伊恐惊爱被关超过100年，一世人拢无法度佮得到自由。和军政府关押的缅甸民选领袖昂山素基，搁在面临新的罪行。缅甸一经法院随后判昂山素基煽动民众加违反防疫规定罪名成立，判4年。共同被告前总统温敏也因为同款的指控判4年。这是军方2个政变夺权了，法院第一遍对昂山素基做裁决。不过异议人士认为，军政府未停止追杀。76个昂山素基也搁被指控10几项罪名，包括违反防疫规定、煽动、非法进口、持有无线对讲机。每一项罪名上悬拢会当判10年，若所有指控拢成立，讲起来恐惊超过100年。I think it's a bogus charges, and of course these the charges themselves were bogus, and the results is just as bad as the charges themselves. 严国国营的缅甸广播电视台报道，昂山素基得到军政府领袖部分的赦免，被判徒刑由4年减做2年。昂山素基判刑的消息传出了，人权组织表达谴责，指控军政府打算要抬贵架构，因为军政府对昂山素基的法律团队下封口令，袂使对外发言，所以即马外界拢唔知影昂山素基的情形。其实，军政府迫害反对民众的代志拢无停过。非政府组织人权观察最近发布的报告讲，今年3月，军方伫咧阳光至少杀死65位平民。
Without doubt, constitutes the crime against humanity of murder. And the reason why we say that is because not only the vast sheer scale of the numbers of people who died, which does constitute a massacre, but also the fact that we can prove through testimonies and digital forensics. 联邦观察指讲，差不多200位士兵涉嫌犯案，要求甲因移送法办。不过，随后又发生军方开卡车冲撞反政变游行的民众，造成5个人死亡，几60个人受伤，10几个人被逮捕。随后，阳光的民众在礼拜暗摕着碗盘铜鼎，讲声表达愤怒甲不满。公司新闻陈伟林、蒋建光、齐欢玲编辑。法国反移民反穆斯林伫电视顶头的名人艾瑞克·泽穆尔正式宣布要投入2022年的总统大选了后，伫顶一日又举办一场造势活动，反种族主义的示威者有去现场唱声。那泽穆尔伊本人在入场的时，嘛去互人吹暗棍啊。法国极右派的艾瑞克·泽穆尔车过伫巴黎郊区维勒班特的会展中心举行第一场竞选造势活动，伊伫台顶宣扬反移民、反穆斯林甲减税的主张，但卡向一阵穿应付反种族主义标语黑色衫的示威者徛起和平表达意见，马上互失互领导泽穆尔支持者对立拍。有的跟起铁椅就向示威者头攻落去，有的是出来用拳头舞向女示威者的面甲头猫落去，几个人被拍甲是流血流地。On est des antiracistes convaincus. On est juste venus pour dire que tout le monde n'était pas d'accord et qu'on voulait s'y opposer de façon pacifique. On a des t-shirts que je viens de retirer pour éviter de me faire à nouveau casser la gueule. 活动一开始，泽穆尔也捌做着暴力，安全人员包围之下，泽穆尔行向主舞台时阵，影响好一10个人戴暗棍，安全人员出手伊才脱困。今年63岁万能派因为受婚言论加煽动种族暴动，互法院定罪泽穆尔强调，若伊当选总统，会将移民人数降到接近0，大大减少集结定数，去赶走寻求庇护者甲非法移民。L'enjeu est immense. Si je gagne cette élection, ce ne sera pas une alternance de plus, mais le début de la reconquête du plus beau pays du monde. 这场活动吸引上万极右派支持者参加，原本选定要伫巴黎节音乐厅举行，因为安全理由才改到巴黎市郊的会展中心。因为迄一天有极左派工会甲反种族歧视等50外团体，号召民众伫巴黎街路举行反泽穆尔游行示威。警方烦恼两派人马拄着会出问题。每一场活动拢是声势正大的泽穆尔，捌伫民调顶悬有初代极右派国民联盟的马林勒鹏，拍入第2回合投票甲马克宏拼场的态势。不过上新的民调，勒鹏靠赢面，理由是选民认为甲泽穆尔比起来，伊会是更较好的总统人选。公视新闻王慧文评论。第3条角新的长程雷达是咱台湾上界东边的雷达，用1年时间整修了后，第3天启用。民航局是表示讲，这个雷达站会当负责咱台湾北部飞航情报的监控。另外，交通部长王国材嘛表示，新型的雷达启用嘛会当协助咱的国防部监测中国的军机。吊挂拆除旧球罩及雷达天线设备，白色的球体甲其他，拢总32.3公尺悬，伫台湾上东边，踩伫3条角的山顶，这是一个远道雷达，经过几年的翻修，即嘛要重新启用。顶悬的球体是用101块挂倒起来，锁8000粒的螺丝，内底的雷达冇更新，包括初级雷达甲次级雷达，拢提升到国际民航组织 IQ 的等级。雷达的转速是10秒一届。会当提供即时而且精准飞行机定位的资讯。他们为了符合 ICAO 的 Model S 的这个规范，从去年就做进一系列的这个更新哈。我们肩负台北飞航情报区的这个责任。3条角远道雷达更新的工程，除了会当用伫咧侦测民航机的方位、距离、高度，其中次级雷达会当侦测的范围有甲220海里至250海里，侦测的内容有甲900至1000架次。另外，最近中国军机真接招南台湾，民航局长林国宪表示，这嘛会当用伫军机的监控。我们的飞航情报区北边就靠这颗雷达来做全程的搜寻。那基本上我们雷达是可以侦测到各型航机。这里这个雷达上面有2个功能，一个是可以询问
对方，所以如果对方航机有释出讯号，我们就会知道。那如果军机一般没有释出的话，大概只知道有飞机。现在伫台湾上南边的高兰片雷达站，已经投入要1亿2千万重新征收，而且有设对空隙、甲对海域的远度监控雷达，目前当地做测试，按算明年1月份就会启用。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伫位高嘉瑜去互伊的前男朋友姓林的嫌犯拍，即马是陆续传出讲，伊搁逼高嘉瑜签甘愿字的影片。行政院长苏贞昌、法务部长蔡清祥拢强调讲，任何的违法拢爱侦办。高嘉瑜的律师嘛，甲这影片、这相片交互检方。另外，姓林的嫌犯即马伊的手机啊、甲记忆卡拢还未找到，内底应该有破案的关键。一个教育馆员伫为高嘉瑜度媒体规个包围，媒体关心案件进度，也为伊加油鼓励。各界这么关心，也互高嘉瑜几个辩驳度讲话，敢若希望代志赶紧结束。像伤口那些，我不知道怎么形容，就是现在的心情啦。但是就是希望不要再有人跟我一样，希望事情可以赶快过去。委任律师李永如已经将新证据，包括高嘉瑜去互姓林嫌犯逼翕影片，也甲协笔书交互新北地检署，也表示到即马白色插头还未找到。破案的关键就是内底的记忆卡，也呼吁相关单位就私密影片散布法律不足的所在赶紧修法。嘉瑜委员呢，就是已经是被打得奄奄一息的状况下，被录下了这个逼供的影片，又被胁迫写下了这个胁迫书，都已经递交给新北地检署。因为林炳初妈妈的告别式，包括台积电顶正常人士拢有送花致意，佮传出台积电创办人张忠谋的家后，甲林炳初好亲像有熟悉。好像跟他跑过来见我。专案愈看愈大条，各三成林炳初都是民进党心潮流的盟军，涉嫌提钱抹黑出话题，影响舆论这个质疑。那是专案所牵涉出来的盟军疑问。行政院长苏贞昌是讲，台湾是民主法治国家，任何不法拢应该严查严办，都应该严查严办，不能利用科技侵害他人。希望相关机关严查严办。如果有违法的事实，我想我们检警调一切所有的执法机关都会依法来调查跟侦办。法务部长蔡清祥强调，专案由新北地检署伫前办，只要有可疑事项，拢会追查。若是外传林炳初是国安局外围人员，国安局不会讲这不是事实，也强调各项工作拢依法做代志。对于部分人士无证据的言论，国安局表示遗憾。记者综合报道。新高雄红十字会洪城公会要求员工逐个月爱捐4000块登去互公司，有一个社工3年来已经捐超过15万。受害者的阿姊全出面指控，认为安尼不合理。新高雄红十字会有坦白所实，即马已经互社会局罚钱，嘛已经甲这15万还互员工。我乌金目镜讲，家己有口语障碍小弟是以感恩的心去新高雄红十字会工作做社工。新高雄红十字会承办高雄市社会局委办案，依照合约聘用社工，月薪是34916块。不过当事社工这个假金铺啊，每个月干那30602块，每个月比表会捐4000块，这3年来拢总超过15万。他在跟我反映他每个月的薪水怎么会跟合约的数字对不上？我说你有跟公司反映了吗？他说有3年了，没有回复。他只跟他讲一句话：公司没有钱，你要帮助公司，你要挺公司。那请问一下，谁听我们？受害社工的姐姐是讲，厝内是中介收入户，公司恶意做法，小弟伫工作第2个月后，就发现薪资有减，求助工会。新高雄红十字会无核实半付社工员专业服务费，社会局做出裁决，并停止委办契约，委请司法机关调查。新高雄红十字会坦白承认有缺失，立刻改进。中华民国红十字会强调，一定会依法做代志。我一切是依法行政。自我很严格的要求，那我认为说，所有的社福团体，我所有的地方红十字会也都应该要依法行政，要谨守这个分际。
不适合的事情就不能做。目前受害社工还佫在职，会继续做到年底。新高雄红十字会也会辅导甲关怀这个社工持续工作，并配合调查。记者综合报道。在地上大条来关心，因为路口接触车祸，花莲县政府有编1800万的预算要伫路口制改。这条预算县议会嘛已经通过啊。暗过有不少民众即摆就批评县政府黑白开钱，讲甲这条钱摕来改善路口的交通，毋是颠倒加较实在。花莲县政府有发出声明，表示无排除要停办，也是重新来评估。花莲济宗教团体今年8天祭天祈福活动，测试举行闭幕典礼。花莲县政府已经连续10年补助宗教团体举办这款的祈福活动，不过明年县府补助预算的项目有加一个合作路祭费。金额是1800万，初三县议会审查会，部分的县议员是反对，因认为讲这条钱不如用来改善交通比较较实在。不过县府是真积极来说服县议员，落尾是有通过这条预算案。不过却引起济民众的不满，伫县府的人民车道话表达反对。花莲县政府初5半暝发声明，讲要退回这条预算。我们会希望也建议宗教界人士利用这段时间跟地方去做沟通。所谓事缓则圆，到底你把议会当作什么呢？可以这样玩吗？县议员真不满批评讲，议会通过预算哪会当退回？县府表示会先委托宗教团体甲民众来沟通，申请进前若是各界要是反对，县府会甲议会提出追减预算。在不能够撤回的前提之下，那么我们就明年呢会再尊重其他想法，然后再办理追减。部分的县议员批评讲，县府一个也是动员议员来通过预算，接续佫讲要追减预算，家己安尼审查当作是办公会啊。还佫有议员讲，叫县长徐真伟爱亲身出面来甲民众说明，唔通杀公务人员出去担这个责任。记者综合报道。屏东县春日乡有一个3岁的细汉查甫囡仔，互厝边所饲的比特犬咬死。这只狗仔目前当伫流浪狗的收容中心，外界是烦恼讲狗仔会去互安乐死。就去有网友走去县长潘明安的面册声援。潘明安伫昨昏时表示讲，人甲动物拢爱受保护，未来可能会找适合的人来认养。这只温驯的狗仔。我伫志刚的脚边，一直甲伊塞奶。伊是顶一日伫屏东，甲一个3岁查甫囡仔咬死的比特犬索尼。目前当伫流浪狗收容中心安置。有志刚去甲照顾的时阵，发现这只比特犬会一直甲伊塞奶。我们只是要呈现我们跟他相处的状况哈。那他从第一天进收容所，我们其实刚开始也怕怕的。那后来其实进去喂他，然后第一次见面。你摸它，其实它就很塞奶，它没有任何攻击的行为啦。内行官表示，工作人员逐工中昼拢会去甲饲一摆，再去甲下晡嘛会牵伊出去行行咧。在这个过程当中，真狗仔毋捌看过伊凶盖家的模样，而且行为嘛真稳定。不少网友去县长潘明安的人面册留话，讲狗仔是无辜的。对屏东这一件不幸的案件呢，我们目前的静待人。动物的部分静待司法调查。那目前的比特犬我们收容在收容中心，未来可能到认养。那在司法审判前，我们会好好善待这一条比特犬。进前农委会就已经公告，为明年3月7日开始禁止饲比特犬。不过目前已经有饲比特犬的主人，只要伫112年2月28进前办理申报备查，而且遵守配套的管理规定，就会当继续饲。若无，就会罚上当25万。狗仔也有可能会去用没收。说实在，不是笨狗啦，它有警觉性。那像这种狗，一般我们建议说，你3个月的时候就要开始训练它，基本你一定要学会套嘴套，哦，然后才教它什么叫做对，什么叫错。你这有上课的话，我听说占90%啊。训练狗的训练师提醒大家，伫唔知这只狗的惯习进前。伫路里若拄到任何大型的狗，拢要特别注意，唔通伤活，嘛唔通因为好奇或者是感觉伊真古锥，就伸手要去甲伊摸，避免受到攻击。记者综合报道。伫高雄，民众要拼粪扫，拢爱赶粪扫去某一个地点等粪扫车来。有一寡民众为着方便，也是赶时间，常常是粪扫车还未到位，就甲粪扫拼过，常常拢会去等袂准，等结着清洁人员，无就是规包粪扫落伫路边，造成交通危险。粪扫车还未到定点，就看到几啊包粪扫。
向本所车道飞过去，一群人亲像咧篮球共款，要人无上准的。本所落地涂骹，伫安全部的民众赶紧去救，外面互民众翕来，传起咧网络，互人笑讲是社区运动会。赶时间吧。您有这样子丢过吗？我好像也有过，可能人多吧，就是大家就排了一场，他在跑的时候，大家就顺利一直丢，丢到他停下来。这倒本所的人拢感觉有点仔歹势，安尼倒本所机警出现伫高雄前镇，正勤路顶悬，虽然看起来趣味，毋过其实真危险。无细致可能就牵着人，或者是围扣本所出车祸，都清洁队员常常互人牵着。习惯啊，拢会等咧甲顶悬那个边啊。垃圾包掉在路面会污染那个地面环境，或者掉在路面上，它会影响那其他的用户人的交通安全。另外，有可能会打到我们的车辆或其他的旁边的一些财物或者人员，都造成我们人员的受伤。环保局人员到现场也摆看到，因为安尼偏本数会造成清洁人员、民众或者是其他用路人危险。若是偏无准落地涂骹，阁无扣起来，环境就会垃圾。依照废弃物清理法严罚10级以上6000块以下，提醒民众唔通安尼偏本数。记者综合报道。树仔大丛爱修爱剪，才袂因为风伤透渗倒去造成危险。啊，毋过嘛，集团出讲，规个树仔断头这款无好的修剪方法。即马屏东县政府就特别请专业的人士来训练专业的修剪人员。冷气团寒流愈来愈接报道，若是低温冻入骨，官方嘛是透早将树仔渗倒去。为着避免阁发生树仔倒落来撼到车，甚至撼到人的意外，树尾修剪就真重要。尤其我们现在台湾的风有时候很多地区风太大，这个台风也比较多。如果树冠可以把它稍微适度的疏散修剪，让风可以穿透而过，减低风阻，就可以防范风灾，而且可以减轻病虫害的发生。不过，因过嘛接咧发生要落雨，煞将规排树仔拢总断头的事件，颠倒损害着环境甲生态。所以，屏东县府嘛特别请专家传授要安怎正确来修剪树尾。结构枝往上去看的时候，它的分支构造有很多的一些不良枝，大约有12种，我们有12个定义。那这12个不良枝一一的把它做检视之后，不良枝剪完，那这棵树的结构安全就会非常的好，而且它以后的生长也会很自然。那不管会开花的不开花的植物，也就会得到很好的一个作用。树木保护的主流价值啦，不再去接受断头截干这种不正确的修剪方式，所以我们县府也希望县辖内的修第一线的人员能够在整个在专业知识上的提升。县府表示，未来除了加强推广修剪方面的知识，嘛会严格来筛选，敢若摕到专业认证的厂商，才会当来标县府的案修剪树仔，为县内环境保护来把关。记者综合报道。云林旭光国小内底厝流动已经有60多年的历史啊，因为旧凹旧臭，而且嘛无下安全规定，袂当阁使用。抑毋过学校无甲摒掉，学校即马是甲保留落来，将做学校的特色，甲这厝流动定册式转做校史文物。你们当阿公的时候啊，可以带你的孙子来看一看。校长当咧甲学生小解这座石榴啊，不过学生啊煞是无法度使用。原来这个石榴啊是云林旭光国小的珍贵文物，已经有一甲子的历史啊。学校为着要甲伊保存落来，想出一寡新办法。学校在溜滑梯前面种植一些植物，提醒大家不要再使用了，也让这座溜滑梯继续保留下去，成为年代持久的游乐器材。这座石榴啊，陪伴真侪校友的囡仔时代，地方时代的青春记忆也拢伫遐。不过，即阵因为器材上旧，已经无符合安全规定，所以学校家己重新彩绘，毋但保留珍贵文物，也真做校内特有的重点艺术。学校的历史也已经超过了65年，那这个溜滑梯当然也是超过了1甲子，它是很多我们现在家长、阿公、爸爸们的记忆，所以呢，我们就决议把家长们的记忆呢给留下来，小朋友呢，他们除了有他们的记忆，也可以继续把这个传承下去。
然后变成我们学校的一个的文化。虽然这个石榴啊未当个使用啊，但是学校也用树啊来装它，加以保存落来，让学生啊了解学校的故事，也保存大家伫学校的记忆甲感情，继续陪伴学生快乐成长。历史甲教育意义拢兼顾。记者综合报道。云林岛南有一个雕刻师，原本是咧雕佛装佛，啊，毋过即马伊是转做艺术雕刻。伊的作品有真侪农村的景致，嘛有在地风景。每一个雕刻作品拢代表作家的心血。伫云林岛南有一位雕刻师傅黄俊平，本地是雕布拉的师傅，伫大家乐时期接触到雕刻，后来因为铁流行了后，曾金新的民众变少，伊也开始把雕刻重点转到艺术创作。大家乐遐嘛有关系啦，他那个遐嘛遐较风行的时阵吼，遐就咧做迄量较大啦。啦，因为迄是算一个时段时期已经过去了后吼，就完啦较少啊，较少就行向这天然创作者。黄俊平的作品上接出现菜瓜，也发现菜瓜成长过程真有特别的面貌，所以就决定用菜瓜做主题雕刻艺品。接触的就是菜瓜这方面吼，较济啦，吼接触较济，看伊成长过程，甲伊这个菜瓜老化，吼甲重生安尼吼，这较接触，所以较有灵感，所以对这个丝瓜乐的菜瓜布这方面的创作吼，我就较深入，较做较济，嘛较有兴趣啦。社区每次有办活动的话，我们就会把它推出来，就是伊是阮在地雕刻达人，吼外口人知影讲，阮拿社区嘛有一个这种这么优秀的工艺师。因为黄俊平的雕刻有农村意象，也有生活内面的点点滴滴，有真侪人会去欣赏、收藏伊的作品。那社区也希望把工艺特色推广出去，让更较侪人欣赏到在地工艺水。记者综合报道。嘉义县饲乌鱼的面积有要200公顷，一年的产量大约嘛有900吨。即阵伫布袋当招饲乌鱼的渔民是拢无用咧破乌鱼子，今年的产量比去年较少，乌鱼子的价数嘛较悬。乌鱼亲像水枪为车道顶悬射落来，嘉义县布袋乌鱼子当咧大出，货车载来满满的乌鱼，工人嘛无用咧破乌鱼子。不过今年量较少，所以价数变较悬。过去2年了由于乌鱼子它的一个产地价格比较偏低，那所以我们的渔民比较多有转养到其他物种的情形。那加上那去年的海洋乌鱼苗也比较少，所以放养量也趋少。收购乌鱼子的业者表示，往年因为价数歹，少人饲，佮受到疫情牵拖，进口的乌鱼子减少，造成即马本土乌鱼子的需求提悬。目前称的价数都去3成半左右。往年8月的进口伫迄个600至700，今年9因为少人饲，所以讲价数浮动搁伫迄个3成半。一台接一台的货车不断甲乌鱼送来破，大家嘛无用赶紧来处理。业者讲，国内疫情等好，过年时间嘛愈来愈晚，花手甲餐厅对乌鱼子的需求可能搁会增加，连带价数嘛可能搁再波动。记者陈慧婷家己报道。为了鼓励农民摸种槟榔、改种油地树，政府除了提供补助，嘛有提供辅导，让农民会当家己加工提炼地油，连后手的行销嘛有找好通路。一粒一粒看起来真古锥的树籽，就是对油地树挽落来的。在农民细腻照顾之下，每一丛油地树生了真好。今年因为气候稳定，地油产量甲品质拢袂歹，农民一年的辛苦算是摕到回报。其实还很好种啦，就是要有一点用心来顾。没有台风来了，又没有什么灾害，今年虫害也没有，所以今年我每个班园都丰收，产量都很好。农粮署这几年鼓励农民加种寡油地，透过辅导，希望大家唔干那种尔，说来各通家己加工提炼地油，兼经营销售通路。把槟榔转做苦茶有一个每公顷15万元的补助，那另外在整个种苗或是整个管理，还有另外再加码5万元所以有提供一些优惠的一些转做鼓励。目前新竹县种油地树的面积有92公顷，为了鼓励农民种油地，嘛透过补助来减轻油地初期无收益的经济负担。
希望推广优地产业发展。记者刘君豪新竹报道。南韩首尔300外间托儿所甲幼稚园最近拢有加一个新的老师，这个新的老师是机器人，而且真受囡仔的欢迎。幼稚园的囡仔得到音乐、唱歌、跳舞，这台机器人做到，一个人带囡仔做阵跳舞。南韩首尔一间幼稚园内面，囡仔正专心伫咧学这台机器人的动作，因为互动性真悬、真趣味。 로봇이랑 같이 놀아서 기분이 좋았어요. 컴퓨터 보는 거랑 노래하는 거 좋아해요. 这只悬24公分半，叫做迷你阿尔法的小型机器人，会当唱歌、跳舞、念故事，互囡仔听，一个人翕相片。幼稚园的老师讲，甲机器人做阵互动，互囡仔会当发挥创造力，也协助老师教学。 이제 로봇이 어린이집에 오고 나서 아이들이 로봇을 작동하고 그리고 뭔가 로봇과 함께하는 놀이를 통해서 창의력도 많이 키워졌고 그리고 이제 伫首尔即马有300间托儿所甲幼稚园用这种细台机器人，对象是3岁到5岁囡仔。市府打算这项计划明年也搁要继续。 그러니까 선생님을 대처한다고 저희는 생각하지는 않고요. 요거를 선생님을 도와주는 거죠. 그러니까 걸어오기 위해서는 그 매뉴얼이나 이런 이제 저것들을 저희가 올해 시범 교육, 시범 사업이나 내년도 좀 해봐가면서 그런 것들을 많이 개발을 좀 해야 될 것 같습니다. 네. 官员讲，管理人工智慧甲运用相关工具是未来重要的趋势。伫幼稚园有这种经验，对一寡囡仔的成长过程甲大汉了的发展有正大的帮助。 틀어줘. 公司新闻张伟林编辑。 印度的德里空气污染真激烈，不过根据一份调查，即马全世界空气污染上害所在是巴基斯坦文化之都拉合尔。住伫咧拉合尔的民众，一早起出门的时阵，空氣就霧茫茫，見到物、車、人攏看不清楚。 हम जब सुबह उठते हैं यूनिवर्सिटी जाने के लिए तो स्मोक की शिद्दत इतनी तेज़ होती है कि इसकी वजह से हमारी आंखों में चुभन होती है और सांस लेने में बहुत दुश्वारी का सामना होता है। 瑞士一間國際空氣品質監測機構，將拉合爾列做全世界空氣污染上嚴重的城市。根據美國的空污標準，拉合爾是203，比德里的183還佫較懸。所以最近當地因為呼吸甲目睭無爽快看醫生的民眾增加真多，尤其是囡仔甲老大人。Most at risk are children. Children, because they are growing, consume more air, and every organ in their developing body can be impacted by bad air pollution. 環保人士講，拉合爾的空氣污染有45%來自交通廢氣，因為當地柴油車真多，過來是使用燃煤的工業甲能源產業。環保官員最近就發現有一間鋼鐵廠排放大量的廢氣，特別去稽查。We observed a huge cloud of smoke coming from this area. We visited different units and then identified that this unit is causing the smoke in that area. 環保當局已經下令部分工廠停工，或者是罰款，要求業者改善。不過希望和環保團體批評反應相慢。另外，巴基斯坦甲印度同款，民眾伫咧抽燒了，攏會燒豬啊，這也和空氣污染更加嚴重。進前就真濟民眾上街頭示威，要求政府正視空氣污染所帶來氣候危機，希望用立法等手段，讓拉合爾空氣較清氣。公司新聞詹慧敏編輯。 台北新溫度，北部溫度上低17度，上懸21度；中部溫度上低15度，上懸26度；南部溫度上低14度，上懸27度；東部溫度上低17度，上懸24度。 外島的溫度是14度至22度。感謝長期收看，祝鄉親平安順心，咱再會。